逐玉刮沙，逐夢安家。刮去煩囂，留住寧靜，這就是你的逐玉之家。今日我小魚看房 Yuki Cho 為大家介紹喺城中心起一座山莊。今日我哋嚟到大圍嘅地標柏傲莊，1363尺嘅大宅，闊落如畫，氣象萬千，4房雙套嘅設計。喺呢個繁華嘅核心區，更顯得難能可貴。呢度唔單止係一間屋，係一家人安心心靈嘅歸宿。我哋睇返臥室，4房天地各具風采，當中2間主人房，更如畫屏背後嘅私人淨土。清晨引窗外日光入室，暮色睇雲捲雲舒，盡顯優雅風格。960尺嘅天台坐擁巔峰，喺呢度你可以眺望獅子山下嘅氣派，欣賞城門河嘅恬靜，喺呢片私人雲端領域感受萬物歸心嘅恬靜。記得俾心心我關注、點讚、收藏。